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今日我伫泰国，迄个什么庄卡所在哦，所以网络无啥好，所以今仔日然后听到就是你有福气的人，因为可能什么断断续续咩啊讲，台语咩啊讲断断续续。安尼不时登去啊。袂顺啊，放着袂顺。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即个，咱要讲的即个王朝足久的几啊百档是足厉害的一个王朝。等于讲你若去奥地利，你若去维也纳，你无熟悉即个人，无熟悉即个叫什么家族，就是无来过。是，你着等于无熟悉伊，安尼你爱看到后壁，因为这后壁老师阁有做这些相片甲咱分享咱甲讲到欧洲的历史真正是头痛，因为等下你着知有一个人伊有几啊个名，所以你若看到迄几啊个名的毋通想讲迄几啊个人迄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你若有观众朋友有几啊个名的无，甲咱分享一下真好耍好。所以为虾米要讲到即个王朝？咱顶礼拜伫萨尔兹堡对无？即阵走来去维也纳这其实足远的，足远的其实拢伫奥地利内面。是啊，对萨尔茨堡遐走去维也纳，安尼坐车要坐足久，所以我后壁影片实在是伫车顶翕相的啊，毋是录的。伫车顶翕相甲伊做这影片。为什么要讲今仔日哈布斯堡的王朝？原因就是讲我开始要来讲维也纳，维也纳要对倒位开始讲。我想来想去，就是一定要先了解哈布斯堡王朝。假使若无了解，就无法度讲。因为这个维也纳就是建立的嘛，就是哈布斯堡王朝起做建立起来，所以你看，伊较早罗马就是讲神圣罗马帝国的岛伊的版图是历史的部分啊，包括西班牙啦，还有意大利南部啦，甲欧洲的中部啦，拢是啦。足大国家算足大。咱来看伊的家族所以962年到1000。拄则迄个是青色的所在呢，大家有看到青色，这拢是迄阵的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所在有遐尼大。一个地图领土的对。过来就是咱看伊的历史有1000你看差不多1800档啦，拢总有800档的历史伫中欧洲拢总是伊咧管，即个家族咧管，所有伊遮的皇帝其实拢是因家族的人所以咱拄则话的所在来看，有意大利啦、西班牙、葡萄牙啦，拢是波西米亚啦，就是即摆德国啦捷克啦荷兰啦还有比利时拢是是欧洲一个土地占足大边红这个就是哈斯堡伊家己的迄个徽章，因一个代表的符号。哈布斯堡的第二张哈布斯堡，哈布斯堡拢讲袂好势伊的家族是对迄个叫做罗德伯特，伊当地是伫瑞士，较早是瑞士啦。即阵即个土地是属法国，甚至伊较早是瑞士人伊毋是
伊毋是伫奥地利的是瑞士。有起一个碉堡叫做哈布斯堡，哈布斯其实就是鹰啊，一个鹰啊叫的意思啦。所以讲哈布斯堡就是鹰堡，就是鹰啊叫的关堡垒。所以因的家族就用哈布斯堡这个名来做因的家族。你看欧洲所有的国徽，差不多国徽拢差不多是鹰，若毋是两个头，一个头双头，两头鹰还是一头的鹰，双头单头鹰拢是安尼做起来。连俄罗斯嘛是双头鹰拢是安尼做。哈布斯堡王朝拄则我有讲过是已经起源是伫维也纳。你伫做侪所在拢会当看到即个标志。即个标志做侪着。伫1273年的时，哈布斯堡的家族有一个叫做鲁道夫一世，伊受封做新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遐开始，新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拢总是因包啦，一直到结束，最后一个皇帝，拢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哈布斯堡家族伊对差不多伊对鲁道夫一世的时，就已经搬来伫维也纳，搬来维也纳伊就无搁倒转去原来的所在，所以原来的所在目前是法国的土地。所以伫维也纳正做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所以伊第一个皇帝是鲁一世。所以咱看个来是张咱即摆要介绍的一个足重要的人物，一定爱熟悉的人。这个伫维也纳讲伊的名声足透，因为咱个说的是差不多拢要讲到伊的建设，伊的建设伫维也纳是足大，像迄个什么梅景宫啦、梅泉宫啦，拢是。伫遐伫上遐，你也是阮遮。嘛是，大位拢是啦，伊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玛利亚特蕾莎咱一定要了解。玛利亚特蕾莎老爸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啦，伊是哈布斯堡的人。皇帝死后无查某囝，无查甫的，干那一个玛利亚特蕾莎。不得一定爱传位啊！传位要传到啥？伊想尽办法用伊的命令叫全国的人，就用任伊的命令，讲伊要传落因查某囝。毋过逐个人拢，迄甲边仔国家就无要听，所以伊死了后有差不多有10冬啦，10冬的中间内乱拢咧相战，拢为着要争迄个王位，踮咧相战。毋过玛利亚特蕾莎这个查某囡仔足厉害，伊的政治手腕真好，所以最后就拢赢。最后伊就嫁起来。因翁阁互伊的运动来争做新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安尼，所以40冬内底差不多拢伊咧舞啦伊一个人做。安尼伊生16个囝，16个囝因迄阵生囝是爱逐个人拢讲嘅，就是讲所有的大官拢爱看讲即个囡仔是对玛利亚特蕾莎生出来，毋是？伊生16个拢安尼所以生的文章听讲用黄金做的啦，黄金250天。就在天洞啦，天顶较有诶，叫做天堂。所以拢伊固定爱伫遐生囝，伊生囝时就是爱放互所有诶官员看，安尼较袂离冒犯太子啦，较袂安尼。所以生16个内底其中有人生囝互几十个人5个查甫，6个查某有大汉。
5个查甫诶，其中有4个做皇帝，有3个查甫囝哦做先成罗马帝国诶皇帝。伊6个查某囝内底哦，有4个个人做皇后啦。其中上较有名诶迄个查囡仔哦，叫法国诶路易16吧。是叫迄阵拄拄着法国诶革命，革命嘛。法国革命诶时，毋是有杀死一个玛利亚嘛？玛利亚丧断头台，有人安尼有一个故事，就是法国革命诶时，就是甲皇帝诶某杀掉，迄个就是因囝，就是玛利亚特蕾莎因查囝。毋过无要紧啦，伊生一个囝着嫁一个国家，因为伊拢用政治诶原因，就讲伊诶查甫囡仔着伊就是用因诶囝来做，做安尼，对，做伊诶囝嘛是真辛苦诶吼。所以伊若生一个囝，着嫁互一个国家，迄个国家着变因诶安尼意思。因为伊有讲一句有名诶话。伊讲诶话就是讲，宁可要和平就讲平常和平安来过日子，无爱战争，无爱安尼这厉害，做辉煌来战争。所以伊诶办法就是生囝，比人诶100万诶军队较勇，会当生一个囝会当食一个国家，这是真趣味诶所在吼。就是讲伊生囝诶文章拢较即本诶人，有人生几个囝诶无？那伊生16个啦，厉害哦！嘿，所以爱加生寡对无？即本人嘛是哦，拢鼓励人生愈济愈济钱。即张我拄则已经有介绍就讲伊用伊家己诶手腕来互伊诶丈夫做罗马帝国诶皇帝，所以因丈夫做皇帝，其实管代志拢嘛是玛利亚特蕾莎。所以咱伫历史看到拢是玛利亚特蕾莎，也无看到因诶丈夫法兰茨一世做啥物代志啊。所以人来尊重伊，尊重伊就叫做奥地利诶国母。对，因为迄阵诶查囡仔是袂当做国王诶吼，所以伊就是用怎个方法帮咱，所以你世界拢会当看到因物件。咱来讲到最后一个王啊吼，伊得到最后一个讲迄个一个足侪名诶。末代皇帝即个名足侪哦。你看104年诶时，伊就宣布奥地利做帝国，就家己做奥地利诶皇帝，就结束神圣罗马帝国诶存在，神圣罗马帝国就安尼结束。1916到1918年，伊得2当，伊坐位干那2当啦。伊做匈牙利国王诶时阵，叫伊诶名叫做卡尔4世。足奇怪卡尔1世，而且个卡尔4世，1世4世拢是伊啦做无什么国王诶时，伊个做卡尔3世，你话卡尔3世、4世、1世，你若看历史诶，看到遮是讲1世，后来就是2世、3世、4世，就是几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尔。因为做每一个国嘅王，爱着叫另外一个名字。伊一个人会当做足侪国家嘅王啊。因为欧洲遐国家拢世共你看，对，我看下骹即个图你就知影。你这是神圣罗马帝国了，其实有一个叫做奥地利帝国，来较变成奥匈，就是2个国家做伙会统治吼，所以伊伫每时代吼，你看每一个时代拢有无共款的名吼，所以你若看到这1444、34拢是伊哦，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吼。开这个表。
看到即个，来，咱来看个，看，来，咱来看即张就是，这我用得好啊，就是这是伫后壁，我用得好啊，就是这个图吼，咱会当看到40档玛利亚特蕾莎，啊来就是40档吼，啊来10档拢伫震惊，拢伫什么？伫争权夺利迄种啊，真什么人是国王，啊来最后即个国王2档尔吼，就结束啊对吧？所以即个王朝哈布斯堡，大家有熟悉啊无？咱就想到吼，圣经内面有讲到什么？圣经但以理书2章21节，讲上帝啦，吼上帝变换时期祭鬼，伊废无王，设立王。上帝恢复智慧的人，将见识互聪明的人。就是其实是上帝掌管啊，上帝讲想做王啊，要废有，要互伊做王，还是要废掉，拢是伫伊的手。伫圣经内底有甲咱讲啊，但以理书2章22节，他讲伊只是深奥秘密的事，暗中所有的伊拢知。当也甲伊三甲大。即个讲法就是讲，光甲上帝三甲地咧，伊本身就是光啦，伊会当指示做奥秘的代志。所以就是讲，咱想咱感觉即文足乱诶吼，万年啊，即个人做王，万年啊，迄个做王，万年啊，个足侪代志吼。但是足侪当过了，咱会看见讲，其实拢是上帝拢伫中做足侪代志吼。就是讲上帝掌管，掌管伊主宰啦，主宰天下所有诶国家，要兴旺要败，拢是伫伊。是。所以咱若有人吼会来问人，有人甲我呛声，会问我讲，台湾是属什么人系吼？我拢会讲属上帝系对无？就是无论咱伫什么国家吼，咱拢是属上帝诶国家吼，上帝拢有伫即个每一个国家诶中间吼，有伊诶心意吼。所以咱即阵来看老师翕诶相片哦。即个是因为吼，今仔网络可能无啥稳吼，大家听到可能无清楚。来看即个相片，希望大家当介意即个为即个哈修塔特吼，一直到维也纳的路对无？伫路中翕诶，路顶恁车顶翕诶。车顶诶老师诶相机就好。为着要互咱看好看，坐车拢爱不时当下找一个景吼。但是嘛，天气好诶吼，无简单。有当时啊，真正是伫欧洲要遇着好天气是无简单诶吼。你会当看到一个圣经写诶，一个足水诶所在，你会当看到足侪代志。可能咱毋知影吼，但是上帝拢知影。这是伫饭店，饭店。维也纳的饭店咯。足水的国家吼，世界拢会当看到鹰鸟对无？阮拄则去出海，
也看到足侪因照诶吼，有机会咱甲观众朋友分享吼，嘿。真多谢逐个人来观赏捧场。其实今仔日跟阮咱诶迄个粉丝会做伙哦，做伙伫共一个所在咧钓鱼吼，所以爱心用乐诶吼。但是会当看到一个无共款诶所在吼，换一个所在拢会当看到上帝真正足奇妙，无论啥物所在吼，伊拢伫诶。老师，即个国家要讲5摆，对无？今仔是第1摆，维也纳即个故事会当要了解讲。爱对伊历史小可知影，若无就足歹去看落去。是，所以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佮做伙来捧场。多谢吼，阮期间拄好看明辉、美秋、桂枝吼，因做伙来钓鱼。你若有啥物好好耍，还是足水诶所在，会当同阮分享吼。你有去过，敢有去过阮拄则讲诶所在吼？嘛欢迎你会当留言。留言落来，甲阮分享。多谢老师，多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平安。